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在荣松佛教频道相见。本师释迦牟尼佛法教能一直延续到现在，生生不息。我们必须感恩从来不间断事业的弘法者们。一直以来，弘法者们为了传扬佛法，历尽艰苦，克服困难，排除障碍。当今的弘法者们是如何进行自己的佛行事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3位嘉宾，都是来自于藏地，并在华语世界用汉语弘法的藏传佛教的上师。几位将和大家分享他们跨越语言、文化障碍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从精进学习中文到用自如的汉语讲经说法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有请我们今天的3位藏传佛教的上师。首先有请拉然巴格西曲旺，有请。接下来呢，第2位是慈旺仁真堪布，第3位是泽仁扎西堪布。那么拉然巴格西曲旺他是印度色拉杰的上师，慈旺仁真堪布是印度宗萨佛学院的上师，泽仁扎西堪布呢是澳大利亚惠伦佛教协会的上师。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一些对谈的话题。今天我们将有10道问题来提问三位上师。第一个问题是，几位呢都是在藏地成长的，从小使用的是藏语，那又同时呢又通过学习汉语，并且在华人世界里边弘法利生的上师。请您可以先分享一下您自己从小学习佛法的过程吗？我想要不先邀请这个格西曲旺，您来分享，简单的分享一下您从小学习佛法的过程。有请。好，谢谢3位。那我的从小学习佛法的情况来讲的话，我大概记得，差不多16岁左右，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改革开放不久，所以我们就是藏地都可以学习，得到一些的允许。那时候各个寺庙的重建，那时候大家都就比较喜欢学习藏文，但是内外的条件是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很难找正规的一个藏文的教授。但是我们幸运就是找到了一个村子里面的以前大基寺的一个出家，后来就是他还手，在我们村里有一位是那个我们的藏文老师。那我们村里的所有的小孩子跟随他16岁左右开始学藏文，拼音开始，那再来背下来多多少少的仪轨。那到20岁，差不多19岁年末，应该是因为家庭的父母的命令也好，使命也好，反正就是到印度。那20岁的时候到印度的是个印度色拉氏出家，那时候年龄差不多20岁，对，年龄比较小。那在西康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学习佛法，只是一个学习藏文，除了这个之外没有机会那个学习佛法的机会。到色拉氏20岁开始，那里就是学习佛法。当然说一开始到色拉氏的时候，其实色拉氏应该是1995年来到印度的，跟随尊者来的，差不多长辈的话应该是有300多位。新来后来陆陆续续来的，我们就是第2波人，所以呢，我们到印度的寺庙的时候应该是不多，差不多300多位。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学习的环境是，其实现在回顾以前的学习的过程，这样的话觉得很幸运。虽然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学习的环境就是比较安静，第二个是生活的条件没有那么好。那这是跟人家的看法跟我的想法是有点相反。很多人说学习佛法的过程必须要就是食衣住行各方面条件圆满才能够学习完成。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讲的话，应该是生活的条件就是非常丰富啊，或者是各方面比较圆满的话，也许这个受到一些的外在的怂恿或者影响，这个学习人就是有一点点学习的过程没有那么投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然后所以一开始到寺庙的时候，其实寺庙的那个食衣住行的条件是非常的窘迫，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窘迫的情况下，还是平时我们讲的乐在其中不以为苦非常开心的学习。从20道开始，那一开始我们介入学习的第一个下属的课程就是一个摄类学，再来信类学、因类学，或者80、70义还有般若相关专业论的释类比较多。从那里开始，反正就是主要的，总而言之，差不多花了20多年之久，才能毕业。我在那个家乡的时候，我那个上学了，差不多小学可以说小学毕业了。中学的时候就是没有去继续学习。那到了印度，差不多20年的这个期间，几乎都没有什么机会学中文。虽然我从小就比较有兴趣了，中文的方面来讲的话，比较有兴趣比较喜欢。虽然听不太懂，但是勉强的去听中文歌，或者这个是非常有，就是应该是我觉得累世吧，从往昔所累积的一些的习气关系吧，从小就拥有这样的一个就深厚的感情吧。那在施拉寺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虽然内心非常渴望学习佛法学习中文，但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内外的条件就不具足，就是一段时间毕业之前就是没有去学习，没有机会学习。当然是尊者归尊者，每一年到三大寺来轮流吧。所以呢，法会期间，在他的主向我们授课的时候，常常归尊者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从西藏来的有多少人？这个里面有就是会讲中文的人有多少？举手。几乎的我现在记得，几乎的一片都是没有人，没有就是那个举手的人。那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就是来到台湾。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求学习中文这种的感觉。那到2003年5月到台湾，到这里差不多1年之间，就是到处都游山玩水了，反正逍遥自在，没有什么尽心的去学习中文。那后来就是内外的很多的因素吧，触及到自己，所以呢，应该是必须要学习中文这种的感觉。后来就是考虑思想一下，应该是很多人说学中文特别难，尤其是我们到了这样的年龄的阶段，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特别难度，所以我就是重新考虑一下，要不要学。如果我们就是过去的一些大成就者也说，未下手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反思考虑。如果你决定之后未达到完成之前，千万不要誓不罢休，要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所以应该是我要不要学就考虑很久，差不多1个礼拜之后，就是我下定决心就是要继续学习中文。那从这里开始学习，可以不夸张的说的话，日以继夜的学习。
那在寺院里的学那个佛法，同样的这样的方式来去学中文，3年之内几乎都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用语的那种的，大概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当然是细节的部分的话有一点困难，但是大概跟人家沟通啊或者商量，几乎都没有什么障碍的。那所以呢，3年之后开始，用中文来上课。那开始上课的时候，确实，处处都有难度了，所以有些地方卡住了。用什么方式来解答描述？但是中文的掌握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有的时候语法颠倒，有的时候动词跟名词用法就是用词前置上还是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这样的情况下，反正就是一边上课一边就是身旁边就是住一些的学生，他们也会藏文，他们也就是当然是中文，就更不用说嘛。然后所以他们身旁就是不懂，我讲不出来的话，他们就是伸出援手帮忙。那类似这样的慢慢培养出来，大概就是学中文的过程就是这个。非常感恩。所以您用了3年时间就可以开始讲经说法了。我想，仁真堪布，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您从小在藏地，开始学习佛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之后呢，学习中文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弘法立身的时候使用中文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3位好，大家好。我在西藏出生，那大概10几岁就开始出家了。那当地寺庙，我们这个基本的那个念经的部分呐，还有那个修行的部分呐，这些基本都是在西藏那边学的。然后后来跑到印度，那进入了宗萨佛学院，正式开始读书。那这个毕业了之后，继续开始教课。所以我在印度宗萨佛学院那边住了大概是18年了，总共是18年了。那这个过程，那个我读书的时候也有一些计划，那以后可以想要学一些外语的，例如说英文和中文之类的。那后来那个中文的部分是缘分呢，这个是比较成熟了。那后来决定来到台湾这边。那台湾这边因为刚开始我一句都不会嘛，所以这边就开始就不分模糊开始的。然后后来去师大，那真是学大概是2年多了，然后这个用中文这个介绍佛法这个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所以呢，大概是我的这个从这个学习佛法，然后到这个学习中文这个过程是大概这样子。好，谢谢您。接下来呢，就是请曾扎西堪布，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过程。好，3位好，大家好。对我呢，就是在藏地，基本上这个接触佛法的部分呢，跟2位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西藏区呢，整个环境都是99%都是信佛的。然后自然而然，这个日常的生活和这个文化信仰都是离不开的，彼此之间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自然而然我就接触佛法。也就是说，我的家庭教育这些外在的这个社会环境的这个教育，全部都是充满着这个一个佛法的这个意义的，其实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也是9岁开始自学藏文，然后16岁开始真实的就是学这个佛法。
那就无不大也那个时候开始学的是就像普贤上师言教啊、入心论啊这种基本的课程。后来呢，就18岁左右就正式的这个学习无不大论，还有其他的这个密法密续的部分。然后我这先后呢，在这个四大出家尊者的这个就是伦敦佛学院，还有荷兰呢扎曲卡的这个阿尔昭佛学院，主要是我在学习的地方是这2个地方。在我一开始学习的地方还是这个市，那后来呢，我也是一样，2005年年底又跑到印度。其实我们这些藏人在外面的每个人的故事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课盘都差不多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这样的啊，我用课盘。所以呢，就是我到印度之后呢，虽然我在藏地有学佛法的这个系统上的有毕业的，但是呢，我还是想继续学习，所以我也进入了这个总师佛学院。那个刚好是台湾人的干部，我们是同一个班的。其实我也非常惊讶，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监狱里面待了2年，所以有一点点的这个佛法，但是我的拼音确实还是在总师佛学院开始学的。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相处那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听过一句干部用中文讲话的，所以确实是他我相信100%是从零开始学的，在台湾。那我呢，就是也是因为得到这个尊者的这个开始，然后说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论是干部或歌喜，都是有这个佛法教育的背景，但是很多的这个华人啊，他的祖先父母文化里面都有很浓厚的这个佛法的一个背景，但是很多年轻人呢，有各种原因不懂佛法，也不懂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佛法或者整个的佛法，所以需要一些这个佛法介绍的这个语言上的能力，所以就是要求不是应该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原因。后来呢，我去2010年去台湾，在台湾这是学3年的时间。那后来呢，我也在那边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是就像刚刚格西拉说的一样的，我也一开始讲那个佛子行37颂，所以我们用 Skype， 然后就是听的人有2-3个人，可是他们都主要是为了鼓励我或者这个帮助我的这个中文的学习来听的。那我呢，就是因为有藏中对照，所以我懂得这个内容，但是有时候说不出口，所以有这种很多的这个调整，直到现在还是有时候是用藏文表达比较很轻松的部分，用中文表达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这样学习的。感恩堪布。刚才几位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成长路线图，堪布说科判，我就想到路线图基本上都是在藏地长大，后来去了印度，然后又内外的因缘，所以后来去台湾学习，就是学习和弘扬这个佛法。那我想请问一下堪布，您是2010年去台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您就在华语世界开始生活了，对吗？是的。我的中文弘法的时间呢，可以说是我是2012年开始，就是用中文讲课比较多。那在台湾呢，讲过普贤上师言教和入心论，还有般若心经、金刚经这类的几个。那后来呢，我到澳洲之后呢，就是现在我就日常就是讲，比如说中观的课程。最近我就刚刚讲完这个中观400论，就这个周末要开始讲这个中观入中论，还有其他的一些入心论啊、普贤上师言教这些课程。那这是一直就是就算是坚持讲这些东西。那在众多的弘法利生的这种方式中，您为什么主要选择了通过讲经说法来弘法呢？这个呢，其实是一开始呢，我到印度的时候，我是本来想学的是英文，因为学中文要有语言，要有环境，在印度没有学习中文的环境，所以如果没有上师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缘分的话呢，我没有打算要去学中文的。
然后我到欧洲之后呢，确实我继续呢就是提升我自己的中文。为什么呢？我现在也不年轻，然后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学到的，又到了这里又忘掉了，又另开始学，那不划算嘛。所以呢，我先呢就是我自己现有的这个藏文和中文的部分呢，至少不要这个退步，用这个方来我自己就是讲经说法，然后再来我就是第三个就是要继续学习英文。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主要是语言上比较方便沟通。所以在欧洲也有很多华人也毕竟呢比较容易接受佛法，也这些原因吧。我们现在大部分这2年都在线上，所以就是各个地方的都有。好的，那慈万仁真堪布，请问您在这个众多的弘法利生的这种方式中，为什么主要选择了通过讲经说法来弘法呢？慈万仁真堪布。这个部分是大家也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表面上佛教徒的确实非常非常多，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是确实很少的，尤其我们这个是，例如说什么是佛法，怎么样去佛法，那这种佛教徒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是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用讲经说法这个弘扬佛法方式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自己能够多少就讲解就多少这样子。谢谢您。那刚才您说了，很多人都不太是真正的佛教徒，我就想起宗萨仁波切他写的一本书叫《近乎佛教徒》，所以我就赶紧反思了一下，我自己应该也是近乎佛教徒。我想请问一下格西拉，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选择通过这个讲经说法来作为自己弘法的主要途径呢？这个我刚才如前所说的，我个人从小就比较有兴趣，还有比较喜欢那个学中文，那再来学习一直累积下来，所以我就是看到了一些的情况吧，比如说想要学习的人比较多，信仰佛教的比较多，华人世界就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华人世界，里面有信仰佛法的人比较多，但是正规的完全五部大论的次第的学习教学少之少的，确实非常少的。那第一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是说，当然是我用中文来弘法，就是从小就听说过那个法华一直推动，如果你们会讲国语的人不要忘记，华语的人不要忘记，一定要就是复习不要忘记，以后就可以。这个是应该是尊者的政治左戒吧，高瞻远瞩。所以呢，他从小就我们听说这样的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就是那个听说过，所以呢，心里有就是一些的种子跟喜气吧。那在自己投入了学中文这个过程，遇到了很多多多少少的华人，那他们非常想要渴望就是学习佛法，但是我们没有就是一个找到网络上也好哪里也好找不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完全学习的一个就是地方找不到了。那这样的原因就是应该是我付出多一点，如果应该是用中文来弘法的时候，应该是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中间没什么问题的话，这个也是应该是帮助更多的华人。大概就是我个人利用中文来就是弘法的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另一个就是说用藏文来弘法的话，应该是这个全世界完全不缺乏的，非常多的。那是用中文来弘法，或者尤其是这么深奥的经藏的那个论点跟经典的内容解释的人，确实非常少的。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动机。非常感恩。我也非常赞同几位所说的，的确，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有因缘有机会能够听到这样子非常系统化的这种讲经说法，尤其是这种比较深奥的五部大论的这种课程的话，是非常非常稀罕的。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在办法会呀，比如说有灌顶啊、加持啊，或者是修财神的修法的时候呢，人很多，真的是人头攒动。但如果说是遇到严肃的佛法课程，尤其像刚才哥希拉提到的五部大论这样子的文思课程，能够坚持的人就非常的少。我们慧伦的这个课程也一样。那请问几位在讲经说法的过程中，那么你们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能否请您谈一谈在这方面的经历？这次我想先请慈奥仁真堪布您先来讲一下，有请。那这个是我们主持人刚刚说的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平常办法会啊，或者是灌顶啊，那参加之类的是人非常非常多。那如果安排一个课程的话，那人变成确实非常非常少。那这个原因也有很多种，但是我自己觉得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时间的关系。因为例如说办一个法会啊、灌顶啊，那这些是可以偶尔可以办的，也可以短暂时期可以完整的。但是如果一个安排课程，尤其五部大论这些的话，需要有很长的计划，还有时间是需要有比较那个固定的时间。那我们这边平常来的大部分都是那个上班族，都有个人有事情的，尤其每个都有事情的。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固定来安排那个来上课的话，那这个是就是实际上也是没办法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有事情，所以这个时间的关系，我自己觉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各位都有这个遇到过，尤其我这边我自己觉得了，主要是时间的关系了。那堪布拉，您这儿泽扎西堪布，您这儿的感受和这个仁真堪布的感受是一样的吗？基本上一样，但是这样仁真堪布稍微有点客气一点的啊，开玩笑的，就是我其实刚刚前面的问题可能没有听清楚啊，所以我想补充一下，我为什么主要是讲那个讲经说法。这个理由呢，因为我从小的这个，比如说我的上师曲家尊者啊、白马藏王大堪布啊，我们就到印度之后的，像那个大堪布、跟高王须仁波切啊，那就是尊者啊，经常全部都是强调讲经说法的，而且这个特别重要。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能力讲五部大论，但是我在台北和台中办了2个法会，叫五部大论口传的法会。也其实是让这个知道，确实我也有单主儿的这些基本的口传嘛，我做了这个口传，题目就是五部大论的口传。那我也希望要这样有一个叫五部大论，有些人甚至认为五部大论是不是格鲁派才学的东西？其实也当然不是嘛，整个四大教派或者整个藏传佛教的体系里面，不光是藏传佛教，其实整个大乘里面本来就是有五部大论，但是这个体系要真正的系统性的学习很难，但是最基本上要有这个认知和这个基本上的一个要讲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那主要接下来呢，但是这种讲的时候，实际上坚持的人非常少的原因呢，第一个呢，确实是实际的问题；第二个呢，应该也是对于讲经说法的这个认识，明白吗？他的这个认知有关系。再来呢，就是我说的认知是什么呢？也和对整个佛法的认知有关系的。有些认知呢，就是说就是要烧香拜佛、求财有这种认知的也有，这种呢就根本就不理会五部大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理论的东西。所以呢，真正学佛呢，就是要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先要听闻佛法，然后要这个闻慧、思慧、修慧的
次第方面的有一个正确和充分的认知的话呢，我想应该会慢慢的会喜欢上这个文字。那时间呢，尤其是现在有线上线下各方面，所以大家的这个，我当然认同这样人的看不说的，但是不至于他时间的问题，也个人的至于这个佛法和这个悟不大论的这个重要的部分的这个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好，感恩科布。那哥希拉，您这儿遇到的情况呢？除了时间，还有对于这种文思的这种认知的这个差异，影响了大家在这方面的这个诉求之外，您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历吗？请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赞成两位刚才说的一些的因素，这个也是其中的其中几个因素吧。那以我个人的立场来讲的话，应该是我们灌顶啊、加持啊、办法会的时候参与的人比较多，但是上课的时候、课程的那个教课的时候来上课的人比较少，这个是我们普遍的现象了。所以相较起来的话，就是另外比较多，接受灌顶啊或者办法会的时候参加的人比较多。那我的因素，两位的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如此。那另外一个我的想法呢，平时我们讲就是人就是好于物劳嘛，好于物劳就是想要得到最好的、最完美的、最多的、最好的，但是自己个人付出的时候，大家都就是一定要，就是还是就是拖泥带水、拖延时间，类似这种心态，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个性。那所以这样的话，你办法会也好，灌顶也好，这些都是花了几个小时就已经搞定了，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但是你去上课的时候，差不多一个课程，我们就是差不多花了五年、3年，甚至1年，类似这样的课程的话，维持不断的去授课的人，就是大部分人很多就是维持不了多久，就是翘课了。所以呢，种种这样的因素嘛，个人的意识形态上的，就是一些问题，有些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人的与生俱来的一些的个性上的好于物劳的这种个性。那第三个就是两位说的，这些也就是比较符合的。那种种这样的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上课的人比较少，或者办法会的时候参加的人比较多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我们评论的话，其实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讲的话，应该是教学的那个教授一定有差别的。如果你教学也好，引导他们的过程，把佛法的真正的它的精髓西药，它如何简化成我们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如果你透有无数的真理来清晰楚楚的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就不断的进来，他们也就是可以沉得住，还是学习的过程也是他们得以心安理得，或者是得到了很多的心得，这是我们平常课堂上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呢，我一开始上课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用中文来佛法华人世界的话，差不多已经将近15年了。15年过程，我现在我的跟我学习的人其实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尤其是一开始来学习的人，大部分都是现在还是正在跟我学习。那所以这个就是各种不同的很多的因素了，这不是说我们定下来决定是只有一个因素，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己个人意识形态上求法的方式，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刚才因为时间的长短的关系，各种因素都存在的，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听说以前在藏地呢，除了这个出家人和寺院里的修行人之外，一般的在家居士虽然他们也都很虔诚，但是真正闻思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在华人世界里边呢，更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今社会中，很多人都开始注重文思了，他们想要懂得这个甚深的法义。正如很多高僧大德就说，无论出家还是在家，在寺院或者是普通人，都应该学习佛法。那您认为大德们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呢？哥希拉。对，你说的对。以前我们藏人社会的话，除了出家人之外，应该是在家人，他们觉得应该是我们不需要学习的这种的态度。那所以呢，之前我也不知道所有华人世界的情况如何。那主要的就是我们藏人这个社会里面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是从好久以来就是应该是留下来的一种就是习惯性嘛。在寺院里的出家都想要学习，在家人应该不需要类似这种感觉。那后来我们受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或者尊者，他们就上劝，不论是出家或者在家，都要学习藏文，都要学习佛法。反正就是他一直上劝也好，叮咛也好，反正就是受到了这样的时候，那很多人就是醒过来。那主要的高僧大德为什么呼吁大家要学习？这个目的是什么？你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吧？是的，是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不论是怎么样，就是一个透过文字再来去透彻的了解真实的情况。如果我们就是语言文化，但是文字这些都是不知道的话，不会的话，那你没办法就是透彻的了解真实的情况。不管是我们世界法也好，出世界法也好，不论是怎么样，任何的法都是一定要靠语言文字来就是描述表达，再来去探讨分析，终于得到了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认出，就是真实的面貌来。那它有这样的一个起到作用，所以呢，高僧大德一直不断的就是呼吁大家要认真的去学习。他们就是看得出来，比如说我们平时讲的，那我们不需要讲高大至上的这个究竟涅槃啊、解脱轮回啊，这个是更不用说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人，当然是想要得到快乐，不想领受痛苦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没办法找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解决的方式。这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在于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在于就是一个不认出文字，不了解文字语言这些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没办法深入的了解解决自己生活当中困难的一种方式，找不到的原因就是如何。那高僧大德他们看得清，透彻的了解，所以呢，他们呼吁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语言文字、藏文等等，这都是一样的，差不多了。感恩您。那慈万仁真堪布，您认为大德们为什么会提出要求，让大家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佛法呢？这个部分是刚刚葛西拉说的是差不多的，因为达赖喇嘛尊者也常常说，我们现在21个世纪佛教徒的话，需要有智慧的人，不要有迷信的。那这个是一直都有推动了。那尤其因为我们佛教的真正的教义或者是深入的体悟，我们要理解的话，那我们需要通过文字。那如果我们没有通过文字的话，那我们没办法这个经论，没办法理解经论的完整全貌嘛。所以呢，这个尊者是特别推动这个部分。那这个是不管是藏地汉地，这个是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呢，有原因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了，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虽然说我们现在时间是末法的时代。
末法的时代。但是呢，我们这个机会或者是有环境来讲的话，我们学习佛法的环境，或者是学习佛法的这个机会，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切从来没有这种方便过这么好的环境所以呢，这个环境这个机会把掌握，这个有一种原因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佛教真正的内容就是非常非常深的嘛，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一般那个学历的水平很低的话，那我们也是没办法理解我们真正佛教的意义所以呢以前是很多人就只是当然是很虔诚的心，但是没有学到这个时候也有原因的。但是现在是比较不一样了，整个社会尤其我们华人地方的话，就是一般人的那个学历的水平是很高的，那这个学历的水平我们用来学习佛法的话更容易了解，很快就了解了。所以这些掌握这个机会是把掌握这个我尊者他们是一直推动的，大概的原因是这个意思吧感恩您。责任扎西康布，那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请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两位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另一个呢，我也想这里跟就是大家补充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学术派，强调文思非常重要，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没有文思的人，是不是也不能修成好的一个修行？也不是。就像般若里面也有这个一个叫做随心心、随慧心，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说，跟随这个心性，靠心性，然后就是坚定不移的心性，然后就像一个汉传的这个像净土宗的有一些这个念阿弥陀佛一样，他们也可以得到成就。但是呢，更多的是要随着这个智慧，要这个闻慧、思慧、修慧的智慧，这个是这个层次上的话呢更高。因为真正的要这个不推转的这个信心，或者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或真正的这种客观的那种信心呢，就是来自于正确的认知这个正确的认知就是透过文思嘛。有些人说要修大圆满，就是很直接、很简单，收获很大，不需要文思，其实也是错的。像宁玛的龙钦巴大师七八宝藏论文特别说，在末法时代，更了解大圆满的人更需要文思这个是龙钦巴亲笔写的所以呢，就是无论是哪一个教派都一样，其实是这个你可以有很多大法，但是你基本上你自己该文思的部分确实是特别重要。尤其是刚刚说的是第一个尊者也说了，这个2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用自己的一个思维，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不像以前是老老实实嘛，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现在不像，现在每一个都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想法。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强烈的一个这种逻辑或一个说服力的话呢，其实是他们不一定今天信，不一定明天信，这是一个原因再加上呢，就是佛法的教义本身呢，就是非常非常广泛和深深的，更需要有智慧。所以呢，就是这些都是这个文思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因，大概是这样。感恩您。几位都是在西藏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尤其呢是整个的这个受教育的阶段，都是在寺院里边接受了这种正统的、系统的、传统的佛法的教育，并且都获得了最高的学位。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中继续学习和讲经说法的话，那就非常的游刃有余了。
但是现在呢，几位偏偏又是在台湾呀、澳洲这样一些地方，不管从语言、文化、观念、习俗等等方面，都和之前呢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请问几位，在现在这样子的环境里讲经说法，你们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所经历过的最特别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先请曾扎西康布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这个的确是一个挑战。刚刚全王格西也说了啊，我们这个为什么有些人对讲经说法没有信心或者参与的比较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讲的人的带领的方式，或者这样讲法是不是真正的一针见血的，是不是能够融入他的生活？因为每个人都带着有自己的一个目的啊，他想要一个东西啊，我们给的是不是他刚好真想要的那个东西？不是的话，他就跟我无关，那就我不学了。所以跟希腊讲的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呢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在印度也经常呢，这个有个叫 Gigin Ujung， 应该说是讲师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经常在办。所以呢，无论是哪一个教育，都是你在佛学院里面和你在一个学习系统里，你自己有了解到这个课本的意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你针对不同的这些听课的人，你要有一个技巧，你有一个方法然后就是要讲得好。那这个尤其是这个传统教育和现在这个我们就像在外面的人其实根本不一样。我经常有时候在微信里看到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理所当然的一个东西，如果在当地的一个法友看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明白？所以僧人的看法也好，一般人的看法也好，大众的看法也好，很多外面和里面不一样，汉人和洋人不一样，所以有各种很复杂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些讲经说法的人面临的这方面的调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也不能很传统，也不能很现代，也有时候是收费讲课是被批评的，有时候免费讲课是又被批评的，有时候时间的长也不行，短也不行，有时候活泼也不行，有时候这种保守也不行，是啊，这些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尤其是我现在呢，就是这些也有洋人也在这些会论里面呢，我们都需要很多各方面的配合，这个问题特别大。所以呢，这方面呢，还是我们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也特别推动，以前在这个前期基金会在一起，在台湾也像台湾人的干部，他们也主导在那边就是进行很多这个，就是利用网际网络啊，然后就是大众教育的这种教育的方式啊，这其实是正在就是做各方面的一个训练的，这个是我们不断的要学习的地方。至少我们有这方面的充分的认同，但是我相信做的部分呢，还是要继续学习。感恩康布。那齐王格西，您在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中，尤其就是在华人世界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弘法利生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特别的挑战是什么呢？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最大的挑战，或者最大的困难，是刚才我们医生所说的一些的，不同的语言来，就是解释这么大的一个深奥的内容的时候，就偶尔就会出了很多的问题，出错了，让人家误会了，类似这样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嘛。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上课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你不知道这些他们来上课的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来去上课。那我们就是
就是从就是我们古代以来留下来这个一个传法的方式，这样的只是纯粹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教导，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是来上课的人，就是他们双方都有，就是一个受到一些的打击嘛。比如说他们也就是一直听不懂，那讲法这也是应该是语言的条件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中间有出了一些的摩擦，或者是出现一些的问题。那后来就是我们慢慢调整过来，这些都是我们用中文来传法的这个过程遇到的一些的面临到的一些的挑战。那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把这些的内容，如果你语言上没有什么障碍，畅通无碍的话，应该是依照佛法的真正的一个逻辑道理，一定要用现代的一个尽量就是通俗的语言来，就是慢慢的告诉他们，举无数的例子来慢慢就让他们了解了以后，让他们慢慢就深入理解它的义理，应该是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不然的话，反正就是我们学习五部大论内外二执条件上还是有一些的缺陷，这是确实有了。来上课的人也好，或者教授也好，个人也好，反正就是各方都有，就是一些的，就是出现一些的问题吧。对，这个我自己其实能够理解你们所说的这种困难，因为就是跟堪布上课会知道，堪布经常这里也是他刚才表达的这种。那松万仁真堪布，您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里，遇到什么样特别的一些挑战和困难吗？请您分享一下。那这个部分前面两位说的差不多的。那这个我们以前在我们佛学也跟在这边比对的话，那也有很多不同的。例如说，在以前佛学在那边教课的时候，只有自己好好准备教材的内容就可以了，其他就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考虑呢。那个学生的他的目的啊，他的要求啊，他的实践呢，这个是不需要什么这些考虑呢。那这边就因为我们刚刚也讲过嘛，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上班族，自己有事情的人，所以呢，我们要考虑他们的需求什么，他们的这个情况什么，这个也是需要了解。因为以前是就是只要教课，那不需要太大的这个考虑呢，然后目的的话，可以就我们主要是五部大论这些谈的时候，可以超越轮回啊、解脱啊、成佛啊，这些都可以正常可以谈的嘛。但是这边就怎么讲？我们这边就上班族的话，那不只是这些呢，还需要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尤其我们这些佛法的内容、佛法的这些核心的内容，我们怎么落实到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怎么落实到这个也是特别需要考虑的。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学生的这个情况也有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这个程度也有关系。因为以前佛学院的话，那我们大部分每一个班的那个学生的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程度的低层是差不多，就比较平等的，比较平面的。但是这边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就进入佛教就是很久了，10几年的，有些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有些是还没投入佛教。那这种情况很多，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很多，考虑他们的要求什么，他们的情况什么，他们的实践什么。那这些需要我们很多就调整的部分有非常多啊，大概这样子。感恩您。几位以前在佛学院里边授课的时候，面对的都是差异化很小的学生，现在面对的是垂直水平的学生，所以教学的困难一定非常的大。南无